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日咱来读这个114年度的朗读稿，中华民国教育部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。我淡薄时间，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，讲我一下。这朗读稿，网络顶悬真侪资料，教部嘛传袂少，所以你若有兴趣，我甲这个教部连结放一个网站顶悬，毋知会小长袂？有会使吼。好，教育部的全国语文竞赛，因为迄个啥，拢是年底12月咧办，叫落来时间就是各县市、各地、各学校，拢伫咧拍拼选手，所以有兴趣。应该是只要有咧讲台语的人，要甲台语学转来的人，应该拢会使去试看卖啊。就你的身份去参加相对应的比赛。可比讲，伊有朗读、演讲、字音字形，今年增加一个作文，所以有兴趣应该拢会使来参考。然后114年度，我嘛来甲教育部的这个114年度的迄个啥朗读稿，伊是一个应该是 PDF， 你点入去应该就看会到 PDF 啦。所以个啥物好？迄个学台语的一寡方法，我应该甲迄个所在嘛念来食。因为当阵啊，当然你也咧准备教育部的迄个啥考试啦吼，是爱去要伊因的迄个资料。有一个100年教育部的什么闽客语文学奖的作品集，100年的时阵，所以10几年的作品其实，考试袂伫安尼考啦，毋过我感觉迄个啥，对要学台语，其实这是一个真好的文本啊。当然，我去分享一个。来分享一个这个字，然后全部拢嘛到那会使来讲参考安尼。好，3年嘛来啊，来看这个，敢若有哪问题？要来读114年度，所以拢参考。好，来，咱就开始来读。因为我拄仔伫分享一寡连结。这个张一贤，吼，应该是张一贤吧，是张一涵。歹势，我无去查伊的名，真歹势。而且伊内底是木字哦，毋是鲁。这个字有2个写法安尼，名将主人，会叫人来读了安尼。好，4段，我先读一段，然后3年才读这个。有哪晓？有哪俊？我毋知安怎念，歹势。你若有兴趣，才起来做伙读念安尼。好，来，第一篇《70经人分经》，作者张一贤。我先来读吼，下面搁确认一下。医生讲，你这就是50经哦。哈？啥岁？70岁就50经，虽摸手骨头有时会酸软痛，毋过。因头时啊有照起工咧震动，阁袂碍着平时生活，想讲应该会豆豆啊转好，就安尼血小拿豆袂死心，袂瘾阁插伊，较会知影年久月深，煞愈来愈伤重。是我过头慢皮无甲注意，才会愈甲遮尔狼狽。
人讲囥酒会芳，囥病会重，较受影。现现即阵骨头酸甲活要现现即阵骨头酸甲要死要活，毋信感就会煞。那我先读这段感谢，三年换你。拍甲球，骨刺，真个是骨刺，真是骨刺。真个是胃痛，胃摕针咧胃的胃。真个是筋力啦。好，来个一段我读吼。人若好好诶时，毋管安怎振动，拢亲像倒顶年柑安尼凉细啊凉细，轻松自在。反颠倒即阵身躯有着我各样，手骨头疼甲袂止力。咱常在咧做诶动作，亲像洗头、穿衫、拢裙、拢裤、白酱、洗头、呛身躯、擦尻川等等，脚袂着就疼丢丢。3斤6重做无落来，日子过甲真无利便。行到遮尔食力的坎站，才感受到千斤重担有人担，辛苦病痛无人担的理路。哪会当无病无痛，身体健康，有影是天公伯啊，赐予世间人上界宝贵的礼物。好，最后一段你读。
好，感谢这个张一起，应该爱甲确认者，歹势我直接去查看伊的名到底是安怎读了，因为当初啦念无去念正确念着去吼，这无讲介好势啊你。伊教部一个会使查人名的网站啦，就是你会汉字，伊就甲你讲，伊迄个字要安怎读啊呢？伊这个人敢若伊敢有写文章吧？我会记得伊进前敢若嘛几落篇的款。张一涵，伊有一有三音，所以等于是张字有张甲张，看是台南腔的张，还是其他所在。然后同尾一字当然是涵无问题啦，第五条。啊，毋过有个人是毋是其他的古典音嘛是安怎我毋知影。总是中个字有一甲一三音安尼。有哪起来？我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。辛苦变听这四字目前是安尼写的，伫足久进前，敢若有写对别字去。总是即马教育部，伊就是用即个叫做真辛苦的即个辛苦。因为进前捌有人其他的想法看法，我就讲，你若要参加教育部的考试还是比赛，你就是爱照读念即个音。当然，伊的共音只有别个啦。然后过来就是，伊即篇文章内底讲到迄个经历，当然，伫中文的语境内底有用经美，迄是毋是经美？我袂记得。反正就是咱的肉身应该就是有迄个啥，有筋嘛，有肉嘛，然后有。佫有一个啥物，佫要讲啥物心经、心包大肠经，佫啥物心包经，佫啥物经啥物经安尼，佫就是礼应该算是，要安怎讲，嘛是妹吼，惠妹还是迄个我无确定，因为迄毋是我的专业歹势，所以。咱的身躯顶悬迄个血路咧行迄个方向诶是啥物血吼？中文敢若有叫做淋巴诶款吧？看卖有金美，教典是无收金美，所以教典敢若收金肉筋肉甲筋力安尼，所以其实，教典敢收一个美啦，第八条美，所以伊无青筋美，迄个做啥？毋是骨头的部分，尾算讲是血管，还是经过迄个叫做啥？迄个部位要安怎讲啊？就是中文讲啥？斑血，就是因为血管有大条、细条的，有粗的、微的，甚至到尾也是微小管，还是微血管若总照迄个字来读。伊迄个分类的所在，也是讲伫一寡physical 肉体上的一个设计还是啥，伊就有一个迄个斑袂互血倒流，因为你倒流迄就麻烦的。所以有的人迄个啥，心脏遐有一个叫做，当然我毋知迄个台语安怎讲啦，就是凸轮，迄是骨头凸轮心脏迄个部分有一个讲法是啥物？二尖瓣脱垂，迄是脱垂所以迄个脱垂敢若是因为
伊迄个瓣膜敢若有诶是讲啥？伊讲闭锁不全，就是合袂麻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合袂麻诶时阵，你迄个心脏伫塞起来火诶时阵，会有无法度较安怎讲？较周全诶力量去塞迄个火，因为等于是敢若有破空还是啥嘛？啊，当然迄个啥，人体即个物件是真复杂诶，就对啊。啊，所以伫即篇文章内底讲到是金咧，啊，到顶个收一个，伊用伫书内底是叫做金妹啦，金妹，吼、金妹，拢上金就对啊，含迄个什物金什物金迄个部分，目前到底无收，所以伫迄个啥，中医汉医的角度来讲，伊就是敢若有啥物8条金叶。敢是8条几条吧，我袂记住。我记得是啥物5支砖头啊，每一条拢有对应一条筋。讲啥这条是啥物？顾心脏、顾肝、顾腰子，吼，顾啥物？5脏六腑就对啊，吼啊，所以迄个筋顶管各有一寡穴道，吼，会使安怎安怎呢？吼，所以迄个啥，武侠小说内底讲甲会飞天的正定安尼，是啥物？有人甲刺落去、点落去，迄个人就顶袂动啊。啊，无啥物戳落去，啥物就昏去，还是啥物倒落去就啥物，反正就是足侪奇妙的代志就对啊啦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查里顶啊，书顶会使去 YouTube 啊 ，YouTube 的直播我有放伫开讲室，因为有时阵咱伫遮看袂到画面，就会使伫 YouTube 看到讲啊，那本即马查到倒一个字嘿。好，感谢Sunny。毋知咱台顶朋友有人要自头读到尾，因为我著讲伊即个朗读稿是700至750字啦，啊，读大概3分钟5分钟吧。认捌字啊，要安怎读嘛？甚至迄个叫做啥变调的部分，因为变调伫台语内底算是真麻烦的一个代志啊。好，志愿嘛来啊！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即个有若是扭去啊，是我无确定。伊扭去，有若你搁要来读无？还是惊着啊？我搁甲你邀请嘿。毋免真熬才开始，爱心开始才会变熬安尼。搁有 HC， 这可能毋是台语嘿，看伊应该毋是，无说你来。玉心哦，玉心哦，我无确定。嘿，玉心敢若我袂记是倒位的，真久无看，是有定看即个名啦。反正就罔分享罔参考。阮咧读即个114年度的教育部朗读稿，社会组的。志愿我毋知你有过通看无？有兴趣看要做伙来读无？即个伫连结内底有相簿，相簿其实都有个吼。我有2个连结，一个是 YouTube， 一个是Photos， 这就是相簿，会使找到朗读稿。我搭咧出阮的第2条，114年迄条就是教育部的朗读稿，这应该是去年吧，因为印象中即个全国赛社会组朗读稿比赛进行一个日才会公布，还是比赛现场才会公布，我毋知影，因为歹势我捌去参加过。当然，出版社目前伊这社会组可能无，因为若准讲是国小、国中、高中遮的学生囡仔，要学生囡仔读念的，敢若会有出版社，因会去开钱请老师读念，啊，甚至目前敢若中教大陈凤珍老师，啊，搁台语做伙算的庄雅文博士，因敢若拢有甲伊提供迄个文本，
甚至伊有甲文本做一寡注记，就是讲，迄个字要安怎读？是要读本调、读变调，还是轻声，还是啥？因为当然每一人伊的腔口甲伊的迄个变调的习惯无一定共款啊。曾阿文博士咧处理的时阵，伊原来嘛有一个注解说明讲，理论上就是照你家己的腔口啦，啊，伊只是照伊的腔口去画顺画线，吼，就讲到底是轻读，还是一般变调，还是句尾会依次本调，或者是搁要讲清华教授讲的迄个变调变解，吼，迄个变调变解进程嘛是属于依次本调的迄个读念法啦。因为一句话遐尼长，你无可能真正每一字拢总变调啊。随便讲伫学台语，当学台语，尤其若毋是台语人，可能你会听到徛咧台顶的老师也是前辈，会甲你讲一个简单的规律，就是讲，因为台语是声调语言，所以一句话内底是每一字拢会变调，除了上尾一字，抑毋过迄只是一个算一般的通则，抑毋过实际上，你讲话时阵会有清华教授讲迄种变调变解的概念啦。好，叫恁来啊！阮拄仔读完是即个114年度的即个社会组张一涵，我会甲读到一啦吼，张一涵所写的即个70斤一涵，张一涵，伊会跳，伊本人是读伊会跳，OK 好，IAT 嘛 ，OK 好，感谢。张一涵，吼，因为 IAT 就讲名种主人啦啊。那毋知影，就是目前到底有查出来，即字有3个读音嘛，有一、有一、有言嘛。啊，本人看咱读了，咱就若知，咱就照伊本人的名去读咧。张一涵，吼，感谢叫恁甲咱分享。伊敢若，我多捌你。真好。伊敢若有几落篇，我会记得，我敢若读朗读稿的时阵，我有读过即个名几落篇，反正3-5篇以上哦，反正不止我毋知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一年度会有有1-2篇安尼，所以若当年咧读，伊会读到伊个文章的智慧算原来袂少安尼。因为我敢若是按108年度的朗读稿开始读的款，我印象中啊，所以就是即个名就有印象中，敢若看过几落届啊。张一涵，好，你还讲你啦。足侪人拄着伊个名，拢毋知要安怎读。其实迄无要紧啦，你只要读着一个音就对啊。因为除了讲伊后壁有注解，对。嘿对，啊无其实名物件，迄是个人有个人的选择。啊，只是讲拄啊，因为我捌你，所以真好。是讲伊要叫一涵，嘿，所以咱若知影就照知读啊，嘿啦。对。啊，若毋知你若要读伊安尼就是啊。好，感谢各位。拄仔即个音就是王秀老师伫咧伊迄本咱的读图，我是个人即篇文章内底有讲到，我就甲伊讲做古典音啦 ，IAT 是古典音嘛，伊甲足明显的安尼啊。开始新单音的时阵就变 IET 啊，搁较少年的吼，就讲嘛。就无咧讲台语，要哪有腔口差？啊，甲伊讲的时阵，伊可能拣一个上好念的变一啦，所以就对 IAT 变 IET 变 ET 安尼啊，所以变成讲这嘛是一个安怎讲？咱台语人面对这种时间时代演变，你声音嘛高不离种，你就语言会迄个新单音的方向去啦。当然。有一个，我感觉是算例外吧，就是迄个 L 甲 Z 的音，伫中部变 G 的音嘛，对吧？写字还是写字，啊，中部就变写字，这是我感觉敢若甲迄个做新单音即个理路，敢若拄啊对强，就是新单音是因为频段或者是声力或者是
喙齿无想要出来即种方向，啊，毋过迄个字就会较特殊。我目前听起来就是不了侪人有听到伊会讲字即个写字啦，吼，还是啥物，就是会变歌的音就对啊。这目前我毋知影是啥物原理，啊，总是有即个现象就对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若恁若方便，敢会使帮咱读一篇？读一篇，第一篇，阮大家读第一篇尔。啊，记完敢有要读？记完。哦，记完你有方便读无？你有文本能够读无？有声音。好，你有文。了，你看你有方便读无？即几字信号是清楚啦。读两段会使袂？你有去无声音，无听到声音，还是叫恁帮咱读？感谢，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。我先读，我拄拍开，我先读，啊，等下啦，志愿要接就随时接，啊是啊无就我好无好。啊，要找龙头狗的开讲是有一个 photo， 我会登记，嘿，会使找到这个龙头狗吼，哎，有人请。OK， 好。第一篇70间人混英，杨艳涵。医生讲。你这就是50间哦，啊？啥岁？70岁到50间，是讲手骨头有时会酸软疼，不过用头时啊有照起工咧振动，阁袂改着平时生活，想讲应该会豆豆啊转好，就安尼退休拿头白死心。白见阁插伊，他会知影年久月深，说愈来愈上重。是我过头顽皮，无甲注意，才会愈甲这么狼狽。人讲，囥酒会芳，囥病会重，确实有影。偏偏即阵骨头酸甲要死要活，毋信。敢就会煞，人若艰苦无精彩，生生就笑袂出来。菜点行头前，闪着家己油头甲面，心肝拍甲球，袂输苦过面枪，上无加老20岁。大家即阵啊，嘛无人搁咧学落我还真少年。50间，即种正入骨髓的胃疼，阮嘛知影，着爱真认真，甲筋力调互软弱，搁要甲筋力经互开，见若舞起来。就亲像千刀咧割肉安尼，我嘛真知影，就爱吞忍小本分去做，搁迄种疼，互人随梦勉强进一步，随去屁面受懒，就搁倒就2-3步。不过，若要好甲会完全，搁不将就爱。艰辛逐硬，喙齿筋加按，阵饭无命，嘛要去做复健。有甲即个坎站，若艰苦坐挂，爱爸叫母，逐摆拢目屎流目屎滴，头家凄惨落魄，敢有生一个70岁阿婆咧？人若好好的时，不管安怎振动，拢亲像桌顶棉毡安尼，凉爽凉爽，轻松自在。
反正到即阵身躯有流啊各样，手骨头疼甲袂止力。咱常在咧做诶动作，亲像洗头、穿衫、揽裙、拢裤，袂像洗头、穿身躯、拭头床等等，较袂着就疼着着。3更6冬做无落来，日子过甲真无离别。行到遮尔食力的坎站，才感受到千斤重担有人担，辛苦白疼无人担的理路。哪会当无病无痛，身体健康，也是天公伯啊赐予世间人上界宝贵的礼物。人若无当着，就毋知影代志有偌伤重。敢若一项病痛，就随甲咱逼到无想要搁换的地步，嘛随互咱看到家己的无知甲软正。辛苦白疼是艰苦着你家己尔尔，就准讲有人忍心可怜你，感到路用，其实规尾嘛是爱家己收煞，决志用正面的心态接受医疗的帮赞，毋茫会当看好起来，因为快活平山。好，感谢个恁个咱甲咱读吼，声情真水安尼。我就讲吼，迄真正就是社会组的文章吼，就是有伊难度，你知影？内底有足侪字词的，真正若无小心无细腻，就是读袂顺、读袂好势安尼。骨册甲骨册当然是强较差啦。啊，就讲因为骨册即个词。当然华语嘛有咧用，对，吼，爱，还有一个福建啦，福建吼，福建，对，啊，所以讲这个词就是，当然平常时啊讲话，咱听顶个文就知影讲咧讲啥 ，OK 啦。啊，只是有当阵若准讲想要参加比赛是考试的朋友，可能就家己爱较迄个啥，较巴结的，较巴结的。第二段第一节啊，我拄则讲菜点行头前，我讲行头前，我想讲伊是要翕什么物件？所以是行啊，所以这就是，我就感觉这是啥？这算含生，你知哦？这算含。问对嘛吼，是毋是？菜点行头前啊，毋是菜点行头前啊，嘿，菜点行头前。其实自然的吼，其实我拄啊嘛足想要读菜点行头前。菜点行头前，吼，菜点行头前啊！你读正确，你读正确的，嘿，你虽然讲有是可能有0.1秒，迄个0.1秒，还是比0.1秒更较短，迄个丢图哦，毋对，我嘛是，我哪，主要敢若毋是我读的，所以我嘛无去注意到。啊，有人咧读的时候听，是行头前啊，毋是镜头哦。所以我就讲。这社会组的迄个文章真正内底会唱这种含生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好啦，这嘛算一个人生的经验嘛，就是讲辛苦病痛是无人替的。啊，当然这是伊这是要讲迄个啥。伊甲伊斗句嘛，所以千斤重担无人担，辛苦病痛无人担嘛。千斤重担有人担嘛，对无？迄个牛的叫人就是呐，牛的出喙，公的出力嘛，就叫人担。啊，毋过辛苦病痛是家己的，啥物你摕啊？哪有才调摕？无法度啊，任何人拢无法度啊。所以这真正就是肉身是家己的，家己顾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，咱是毋是来读后一篇？第二篇，志方向前行，勇者。安尼，伊嘛是4段尔。安尼，咱是毋是讲读一段？啊，志源阿尾啦吼，志源阿尾，迄
迄段拄啊较短四逝，你才念你才看卖啊，吼，反正就安心自在。就来第二篇，正方向前行，勇者毋忍性。咱若惯势困活亲盈的日子，讲行久来就会麻痹麻痹，对啥物代志拢无遐要义，独独苦难会化作肥底，成做咱生命成长的养分。亲像2009年的8水灾，互真侪人原底轻盈快活的生活，一万年仔就乌有去。有人伤心甲强要活袂落去，有人甚至选择结束家己的生命。毋过嘛有足侪人继续拍拼，勇敢正方向前行，因毋惊拖磨，拼死下过生命的关卡，袂输提炼过的菊花甲玫瑰，溢出芳清清的气味。互艰苦日子透咱淡薄仔甘甜，嘛互咱人的生活，嘛互咱人的生活，嘛互咱的人生活出无共的意义。歹势，嘛互咱的人生活出无共的意义。再来，三年外你继续。品格的力量，这本册内底有一句话：会当忍受磨难的人，才是能力上强的人。真是有影，足侪牛人拄着困难、失败，犹原意志坚定，继续拍拼，毋肯放弃，甲悲伤、受气，正做力量，得到上线尾的成功。这是咱一世人爱学的体学。被多分面对耳孔豆豆啊听，无听见的白听，犹原注心在创作，谱写互人感动的第九号合唱交响曲。苦难虽然互人悲伤，毋过万事都是有伊伫头前引带，不闪时在搭长，才会鼓舞咱爱磨练坚强的意志，互咱知影通变巧，转世，互咱搁较论命，更加有耐心。好，感谢。耐心，吼，合喙。好，叫恁外你感谢。虽望拄着困难压迫的是，有的较咱的落魄实际，互人看到是凄惨佮狼狽。不过人讲，一枝草一点露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迄个危机反射会互咱认捌家己，找到一条更较适合家己的路。得到第3届总统教育奖，正方向前行的钢琴家黄如翔，拄出世2蕊目睭就失明。对伊来讲，世界就是规片的乌影。哪会知影豆菜芽五线谱生做安怎？虽然目睭看无，互伊学琴的时比普通人搁较艰苦。不过乐观的黄如翔决定要互家己一个试验者的机会。伊拍拼搁坚持。成做台湾头一个主修钢琴的失明学生。好，志愿我都读无，感谢。有听到声？有，真有声音，真好。因为故事互咱知影，人生无行袂过的路，无爬袂起的行，肉体的苦痛会过去，毋过精神会当流传万年。咱好骹好手。无病无痛，搁较爱乐观拍拼向前行，甲坎坷变成力量，做一个正方向前行的勇者。好，感谢。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这个爸爸风灾是2009年，其实有这个例，我是无
无听过有人讲，因为财产乌有去，就要结束家己的生命。我是看到资料拢一直讲卖唔对，可能伊的经验有听过，厝边隔壁有因为爸爸风灾、水灾，甲家己的生命结束可能因为当阵啊，社会新闻无一定会报啦，因为就敢若顶一篇相款嘛，敢若一项病痛就随甲咱逼到无想要搁活的地步啊嘛。因为当阵真正迄病痛一来的时阵，有的人不管啊，就是讲，当然每一人忍受的能力有大有小，有快有矮，不管，就是有的人辛苦病痛有可能怎规气死死会好嘛。八八风灾即条代志其实嘛真正足大的。9日迄个时阵嘛是相款，但是有一寡人，就是有当阵一个人到一个坎站一个状况的时阵，迄真正迄个干也无透开，就可能真正行地路啊。行地路，因为讲实在，逐工拢有人无命去，社会事件新闻无一定会报啊，无一定报，咱就无一定有法度知影。除非真正可要讲的拄啊是什么厝边隔壁，还是讲捌的人有一个理论是讲什么六度分什么会晓，就讲你含每一个人其实上最就是6个人，就讲你想要探听什么人，迄个什么人大概就是有当阵6个就互你找着啊，就讲你透过阿三啊，伫银行口的找阿明啊，然后阿明的伊住的所在的迄个厝头家或者阿华的，然后阿华因什么人，就捌着你要找迄个人。所以有当就是迄个啥，过去迄种行销广告，还是做业务，就是拢会用即种方式去找嘛。即马即篇文章讲，八八风灾迄个时阵，因为当然，迄规墙落去，真正足侪人无命去嘛。毋过，凡是有人无转去嘛，无转去，伊伫外地处理拄着遮尔大条代志，可能伊嘛有转袂堪一啦。所以我毋敢讲伊写一句讲，有人甚至选择结束家己的性命即道代志，我毋敢讲完全无，总是就准讲无好啊啦吼。这可能嘛是一种写作的笔录嘛，就讲。我无真正去苛刻过讲，真正有一个阿三是安尼的动作。毋过这是一个写作的手段，讲有人是即个状况，有人是迄个状况，总是拢伫即个，可要讲就是讲的嘛，八八风灾的状况嘛。因为八八风灾阵，小拿春晓袂记一人，反正迄阵真正嘛遇到不了大的灾难啦。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对遮我咧读时，咱嘛真正就是啥，无，家己算家己的嘴皮，就是讲，无看字一字一字慢慢看，慢慢读安尼，就是家己去变换伊的迄个字的顺序的时阵，迄个思辨就会无共款啦，所以变成个。读3届安尼，才有互咱的人生活出无共的意义，煞共读做，互咱人的生活互咱人的生活出无共，这怪怪啊，对无？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既然无小心溜落去。要讲两句。好，请讲。虽讲家丑不可外扬，毋过，阮讲的就是细汉食面线翘起的。食面线翘起，所以去夹着、砸着。毋是啊，我意思讲吊头啊。恁是用讲号做吊头顶遐是讲号做食面线，安尼哦。对。因为讲台语的时阵，有当阵会用一个较俏谈的，就讲你莫甲我逼。你搁甲我逼，我就要来弄豆腐自杀，还是吊面线，安怎？就讲，
什么跳面汤水啦，吼，跳面汤水、弄豆腐，啊，搁吊面线，反正种讲一个较，怎讲，咱大部分知影迄个理路是俏谈的啦。啊，当然有可能就是做啥字面艺术甲原生的艺术啦。所以这要安怎讲？即种有人会去选择结束家己的生命即条代志，有当阵啊，真正是安怎讲？无伫迄个环境，我感觉至少我毋敢安尼讲啊，伊就是安怎才安那。我感觉我毋敢安尼讲，因为我无经历过伊迄个状况，实在是无法度去讲啊。若准讲是我的时阵，我感觉真正会做出来无共的决定，我毋敢讲。所以，这有当阵现代社会，迄就是啥？社会支持网敢有建立周全啦。好，感谢志源甲咱分享即个种食面线即个讲法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佫有一个是有当阵人咧讲，迄种无好的情绪，是毋是会互相话安尼？就讲，有个人当然到迄个点进前，伊就感觉真好势啊，伊会使过好生活，伊会使安怎嘛。啊，毋过台语有一句话讲嘛，吼，啥物？无迄落尻川，毋好食迄落下药。啊，你大心肝去舞迄条代志，啊，佫无伫一个适当的时间，还是时机，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帮你消套，还是帮你解决，还是助你一个，对无？助一棍啊，你就会助你一手，你就脱过啊嘛。啊，毋过就是毋知啥物原因，伊到迄个点，伊就无脱过，就是有听到啊，啥物去跳港的，去创啥的嘛。啊，迄个啥，中华地区有即个例，就是会有送肉粽即个俗嘛，伫别所在拢无嘛。虽讲讲，有个人选择的迄个方式，可能含中华送肉粽迄个状况相款，抑毋过伫别所在就袂迄种做送肉粽的风俗嘛。但咱中华地区，也是敢规个中华县拢有即种，我毋知影，因为我听着看着，敢若是鹿港遐吼，其他所在，啥物分园，也是就讲别个乡镇市，敢是原来有即种例，我毋知影。总是一直到呾有当阵啊，就是有人会伫咧迄个啥，网络分享嘛，讲啊，啥物几日暗时敢10点几点，还是10点半几点，我毋知，就是讲拢暗时嘛，吼，啊讲有迄个送肉粽的仪式啊，附近的乡亲就家己算啊，歹势甲恁责责一下，莫这时间点莫活来，啊若准讲真正有经过，还是安怎的时阵，才创啥呢？有即种状况就对啊。伫别所在，就讲真正，可要讲平和的例嘛，不管啥物代志嘛，民俗、宗教、信仰拢相款嘛。你讲你甲平和遐个例要摕来台湾试，怪怪啊！啊，讲中华，因为着要啥？伊做啥？迄个动作做啥？杜煞还是杜煞？我袂记起啦。就是伊有一个，就讲即种信仰，还是即种有即个仪式就对啊。因为总是大部分的人拢会小可捡着嘛，甚至外国电影嘛是有即种啥物大法师啊，啥物货就是一个牧师，还是算系牧师吧，还是神父，我袂记起啦。就是讲啊，我什么摕圣经出来，摕十字架出来，啊，要甲迄个鬼魂甲伊驱散，还是安怎有诶无嘛？就是类似这种动作嘛。因为咱换掉人类，就是有当阵会有一种惊吓诶心理嘛。因为迄毋是咱爱嘛，啊，毋是咱爱，咱就有一种惊吓，还是想要闪，还是捡着嘛。啊，所以就有一寡仪式爱去做遮个动作嘛。所以佫牵出去，吼，袂使牵伤远。迄个像林宗焕，
是毋是林宗焕，就是看蒙歌即个嘛，伊就咧讲啊，其实无一定是纯粹服务亡者，甚至是咧互还佫在生、还佫在世诶人，知影讲啊，反正每一个人一出世，就是死亡诶迄个点冲去嘛，啊，逐个拢有即工嘛，啊，即摆迄个某物人伊到即工伊时间到啊，咱其他诶人就是甲伊祝福嘛，因为你无可能甲伊挽回啊，啊，敢若是安尼，是毋是？遮个仪式是，互咱还佫会喘气诶人有一个安怎讲？重新开始嘛，不管迄个人是意外破病还是安怎，总是就安尼啊。你无可能讲什物一粒药啊，食落去困一醒啊，明仔载一醒起来讲是转去到10年前，无可能诶代志嘛。啊，所以伊就讲迄个看蒙歌，就讲不管你有相信无相信，迄就是一个状况嘛。即两天我伫 YouTube 看到，应该是我袂记是因诶工作团队分享出来，还是谁分享出来，伊敢若就是。2024年，去法国巴黎参加迄个做文化奥运嘛吼，啊，伊带一团，就是因3-4人去迄个啥，老翁婆游地府啊是啥物会，就是3-4个角色嘛，啊，伫迄进程，伊敢若伫不了侪所在，拢有一种算演讲，也是分享嘛，讲伊咧做即个看蒙歌即个算啥？就是啥？哦，有咧做就对啊。啊，只是讲对无即个宗教信仰诶人来讲，迄嘛等于是某一种形式诶表演艺术，所以伊会去法国迄边就甲邀请去2024年诶时去，所以我感觉是旧年才看到遐，还是前年就看到，我袂记，反正就是即两个搁伫 YouTube 看到，你去查。看蒙歌啊，林宗焕就应该有一届影片，所以每个拢会惊，拢会即个点去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使有一个事先人物啦？无需要讲啊，就要走闪，这本来走闪嘛，对无？等下这篇文章，即个黄如常伊的个样，也毋过无去甲伊。迄个啥，想要追求迄个拍败嘛？最近有一个是高阳吼，伊敢若即摆是高中生，啊，伊迄阵，即摆毋知2年啊3年，我袂记，反正是今年还是当时的作品，伊嘛写一篇嘛，孙艺伦吼，伊真是伫高阳，伊即摆是高中生，伫高阳的啊，总统嘛，敢若有互伊一个奖。啊，迄个成功大学蒋维文教授因迄个发起基金会吼，嘛伊一个奖，所以有当阵啊，咱大部分的人拢无即种身体各样，啊，可能较歹体会。啊，毋过遮个身体有各样的遮个人，因展现出来就是互咱，以我来讲。哦，好佳哉，毋是我可能我无在调，还是安怎？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朱伟成先生吼，敢是先生我无确定。欢迎你起来甲大家分享。还是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我有甲伊邀请，只是毋知啥物原因，我无确定。好，安尼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，志愿嘛无去，溜去。我是想到你头拄仔咧讲到一个写字，即个啦，就是伊是嘿，感受，这就是咱讲的，就是安怎讲，就是一种国腔口的一种变体啦。变体啊！吼，这是腔口差，我知。嘿，就是，但是伊是腔口差，就是讲伊有分的，就是有啥，一规语，一规柳，嘿，对，嘿，就是即个啦。哦，所以就是讲哈，啊，佫有一个出规时到来
较了解，出几时就是迄种诶关庙腔啊，嘿啊，关庙腔嘛，关庙腔出几时？也要红晒嘿，对对对，嘿，啊，就是入规柳甲入规规矩，矩这个嘿，这个就是讲一般就是将亲像准日老师今仔无起来，亲像准日伊若讲较老庄腔来讲吼，因诶迄个安怎讲，因诶歌就较少啦，歌因迄个因就较少，因就较少迄个歌诶，因会变做写字较济。咱若一般若讲较老江腔来讲，较江腔来讲，就是伊嘛是共款，即摆慢慢拢变做字，吼变做了的。对。啊，相对来讲，迄个日甲歌吼，就会愈来愈少。这是一般来讲，我记得敢若是因为我会当体会即种感觉，因为我嘛是写字的。嘿，对。我想好像毋知人啥物写字安尼吼。对，别所咱是字甲字的，嘿，安尼是写字的。而且咱有敢若我咧写字，嘿。尾后我有，阮老师有甲我讲，我这因拢是受到河洛克影响，所以某一个地区咧，嘿，就是靠我河洛克的人伊就会写字，嘿。啊，但是这嘛是渐渐会消失去，啊，就是你头拄仔讲迄个咱的语言的流动嘛，吼，啊，咱会选择咱的喙舌愈来愈细嘛，就咱老讲叶通，对嘛？吼，就是有无？对啊，叶通对啊，迄个叶，你头拄仔讲着一个迄个中国音嘛，叶，迄个概念共款嘛，所以你着个日当然嘛是会较好发音嘛。所以写字，到尾来拢会三国规统诶，拢变会路啊，也拢变字啊。嘿，即摆少年诶，伊大部分拢会晓写字，就袂晓写字嘛，袂晓写字。对啊，无啊，伊咧想歹发音啊。所以这就是一种，就是一种款诶语言诶，伊诶变化呢，啊，就是嘛是一种变体啊，这就是总共这就是属于咱讲诶入规矩甲入规矩诶即种诶差别啊。好，感谢各位甲咱分享。对，我迄阵足久之前看，有当阵无过去想的时阵，就会袂记一安尼，对，确实是入规律甲入规矩啦。啊，你讲的可能就是因去研究的，就是中部地区会有一寡或者什么河洛克即种侦查，因为在过去迄种庄头有可能300-400年以来。对无？先是啥物？目前讲的是原住民和汉人的拼嘛，然后拼来了，咧讲的啥物汉人之间的啥物讲客语和讲即个河洛的拼嘛，啊，佮拼落去到底就是相传嘛，啊，就是愈分愈有就对。啊，毋过迄就是安怎讲？拢是因为利益嘛，拢是因为要抢资源嘛，啊，当然。迄个背景是因为互相人脉无够嘛，所以即摆对台湾以外的人来讲，因所听到的，或者是因所知捌的，就是做啥物台湾腔嘛。啊，台湾腔安怎来？就是这300-400年用性命换来啊，用性命换来啊。所以迄个河洛克这个部分，有人是讲，应该是毋是原底算客人，啊，毋过就是因为。周围拢是河洛的，啊，所以音就怎影响去，还是安怎？我毋知，我袂记得。所以，即种语言的流变到20世纪以来，就讲嘛，啊，就无咧讲台语，也免有腔口的问题，对无？迄个夜头聊天啊，伫咧讲，就无咧讲台语，也免有腔口的问题。所以，当然，遐个较罕的，较少听到遐个字音，就是。咱若有才调，应该就是尽量甲伊留存落来嘛。啊，当然我感觉，只我感觉上重的应该是，咱就是继续甲咱的台语讲出来嘛，或者是你就是甲台语学起来嘛，应该是安尼啊。啊，当然有腔口无腔口即个问题，可能是会使个安怎讲，继续深入啦，就讲莫。
因为迄是算复杂啦，我諗嘛算复杂啦，只是这当然我个人我无答，所以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佫有一个朋友举手，我要甲伊毋知啥物原因扭袂起来，这真歹势，我嘛无法度。安尼，即篇嘅字词，敢有啥物较特殊嘅提出来讨论分享？品格嘅力量，我无读过，我毋知影。迄个当然贝多芬，迄当然是对贝多芬翻译嘅嘛。即摆就是讲，即个人名，伊翻译做汉字，当然是目前，尤其过去70年以来，就是拢变成中语啊嘛。台语嘅部分，目前针对遮嘅已经写惯势了，台语敢若嘛，至少无遐尼侪人讲要去重新引进啦，对无？贝多芬，我读念就是贝多芬啦 ，Beethoven 的款，敢若是安尼。所以贝多芬伊改翻译做贝多芬，像贝多芬汉字来读就可能变成贝多芬咯。贝应该是贝嘛，贝壳嘛，应该是安尼吧？我印象中，当然，作者写的字，咱就读迄个字音无问题，应该是照迄个字音读。日后咱家己敢要直接去甲贝多芬改翻译做台语台文，还是改写做台语文？这是一个。搁来伊的曲，若是我会读第9号啦。即搭遮我袂特别去读迄个文音第9号，毋知我直觉我是会读第9号啦。当然，目前作者歹势我毋捌伊，我毋知伊伫写的即个瞬间，伊心肝底即个声音是啥。若准讲是乡音号，安尼可能就是读谱写互人感动的第9号合唱交响曲。若准讲是乡音号，因为目前乡音号就是教育部就是读做中语嘛，伊是单音号，表示讲这是一个曲的名嘛。若曲的名，当然这嘛是翻译的嘛。我会记得这是 orchestra 是啥物会？怀疑即种外来语词，伊翻译的时阵，目前大部分拢原来嘛是继续用中语中文的字，然后改读做改汉字读做台语音转过嘛，应该是安尼。目前是安尼啦，所以即个部分翻译，咱的台语会使有家己较台语的讲法啦。我讲迄个较台语的讲法，无，请讲。歹势。请讲无问题。我你插一话，就是讲，你头拄仔讲即个其实我同意你的看法。伊讲伊即个第几号，可能有关门，可能就是 number 几 number。对。所以既然第几号，我感觉这就是咱用顺序，咱就免讲另外用文音读。所以就第1、第2，咱就顺序嘛。咱算4号，咱就是用白话音对当。我的感觉是安尼啦，我的看法是安尼。所以咱来讲第几号第几号就拢白音就好啊，对啊。对。所以我同意你讲的这个看法安尼。可能山里伊会认为讲这就是专有名词啦，还是讲这是较文雅是啥？特别的艺术作品啦，可能伊会安尼读，嘛有可能是。有可能啊，系啊。但是若认真讲，安尼，只是我嘛是支持，我嘛会讲第几号，第9号、第5号、第3号、第4号安尼，我嘛是会安尼读，以上。感谢，因为即个物件目前就是无一个单位出来话讲标准读法是啥，袂使有其他读，无啊，目前无即个单位，无即个组织，无一个敢安尼强迫的嘛，无嘛。所以以我来讲，我就讲我的直觉是读啥。当然我就讲作者伊书当时咧写伊心肝底一定有一个声音，只是我毋知。我干来使要讲若准讲是我会安怎读？我个人来讲，我嘛袂讲其他音就毋对，因为这就是翻译的物件啊。
我就要读9煞袂使，对无？就敢若数字啊，你会使读2009，啊，你嘛会使读2009年啊。啊，当然，目前即种数字的用法讲法大概，袂晓时当然会读念一个讲2009年，我毋敢讲你毋对，我敢若感觉怪怪的尔。吼啊，2009，我会感觉怪怪，我嘛毋敢讲毋对。啊，毋过即马确实有人会读2009，嘛有人读2009。我印象中，啊，即个部分我就讲嘛，教育部敢有针对即个数字，伊敢有讲一定爱读2009，袂使读2009，我敢若无看到。啊，所以以我来讲，我袂讲哦，一定爱安尼读，袂使安怎读啊哩。啊，当然就讲嘛，迄个数字有2种读法嘛，一个是2009年，啊是2009，至少即2种读法嘛。啊，甚至敢若佫有一种是，我敢有听过直接读讲2009年，我个人感觉安尼怪怪，迄个伊有2字空字，啊，毋过伊煞一字就无读，我会感觉怪怪，我毋敢讲毋对，因为嘛有除了9年即个数字9以外，过来就是10落去嘛，啊，所以就有人会读2010年、2014年啊，有人安尼读啊，所以即个数字的部分，目前我无看到教育部伊敢若伫迄个罗马尼拼音手册后壁的数字，伊敢若嘛无特别去讲到，参像即种的到底安怎读念较好，还是我看漏交去。我印象中，伫后壁附录敢若毋知是第3个啊、第7个附录有讲到数字的部分啊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能会使去看卖啊一个。确认内底头前几条有一寡教育部的网站，因有一寡资料啦，啊，所以可能我拄仔讲迄个罗马尼拼音方案手册内底有一寡附录，可能嘛会使帮参考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开始读即个教育部朗读稿，吼，今仔日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啊，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。好，今日读到遮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各位，再会。